连连。嘿，新年快乐！你也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春啊呀树，梦啊呀家，我的阿姐头上变了奶哟，阿家头上桂花香浓，谁呀对龙得夸？哎呦嘿哪哟哎呦哎哟，哎呦，谁呀对龙得夸？哪哟哟这儿哟。逐条大街小巷，逐声应该在度。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张年里来呀，是啊是新年，是炮锣鼓永连天哦，开年谁知啊度平安，家家户户庆团圆哦，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嘿，庆团圆哦。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耶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呀恭喜，大家发大财，好事连连，幸福天天来。恭喜呀大家，万事都愉快，从今以後要發大家來。咚咚鏘，咚咚鏘，咚咚鏘，咚鏘咚鏘，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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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鏘咚鏘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到，發來三更開播。上多年嘅添笑容，又發上對講。講來，請你談詳細，恭喜你大發財，大家歡喜樂融融。你这恭喜哦，大家恭喜哦！新夜夜都真樂聽，歡歡喜喜啊！家家户户大春聯，大家平安春台前。來是大山年年，恭喜三恭喜，年年東風喜四連連哦！啊啊啊！咦咦咦！八里波，新夜夜都真樂聽，歡歡喜喜啊！家家户户大春聯，大家平安春台前。大家平安春台前。哎呦，來啦來啦來啦！哎，恭喜啊恭喜啊！哎，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！哎，大年初一愛來工商，大家恭喜呀！阿公阿婆阿叔伯伯年年都歡喜。哎呦，食飽飯後煮飯，客家看我真生氣。爸爸媽媽弟弟妹妹大家笑嘻嘻來嘿
根本迄按客家天丝团1年1度的公演贴片节目嘛，当年都有拍了，今日贴片拢也贴片精彩，贴片好看，用板讲来个讲米糖哈，再传哈，这个当面花钱没数年，你看，也有讲到很多客家的大咖，你看看了，哎呦大咖哦，看看有没有？这不是来 top 咖的哦，这是客家界的大咖哦，大咖们1年1度哦，就好像日本的红白对抗有没有？就公演了，我们台湾跟台视不是也每年也办一个有红白大对抗对吗？对吧？我们这个就是客家界的红白。今年的顶尖人物都来了。对，哦，你看，哎，老的。老生代的，对，秋华先生一块哦，你在喊油哦，专业，你快讲路就讲哎，这个行出来，哎呦，我还做到种金花瓷了，怪不出来你嘛，导演咯，路哦，中生代诶，中生代，这边个，飘伞诶，还有国外来的，国外，哎呦，恭喜！来自菲律宾啊！welcome。哎，你是客家人吗？我不是你啊，不是啊，你的爸爸会讲客家。但是我爸爸很会说。你爸爸我碰到的时候还跟我讲客家。係啊，佢哋啱啱講我啦，睇緊滿係好了。太家伙爱黑伊凡。哎呦，今天我们节目很精彩哦，你们等一下就要放心的、放开的玩哦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有红包哦，奖金哦，对哦，系啊，有没有节目听说亲情在？观众朋友莫转台，一听看来呢哈，安尼金本日也到节目，很多金素养型闹演员。水已经滚落了啊！要不要那么来？哎，发财吹下来啊！还要不要呢？容易吹。按照本家有卖衣嘛？有啊，真的啊！对，上面有一些猪队友什么的啊。对，是讲带的。怎么知道你来呀？人家一凡的。哎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队呼啊？哦，队呼。对，刚刚讲的哈，各新山，各新山。好，右边摸主意了，输人输丁，输丁就一个兵了。讲什么？有三个啊！好了，马上进行级别比赛，好了。 3分鐘嘅時間，有2隊派人用客家家的比數挖角，團隊提出最多嘅隊伍就做得贏到比賽。你要到3樣都鼠年呀滾！大家準備好啊！準備好啊！呢個贏你要問題。贏的人有紅包啦！這裡面有真的啊，不是假的啊！一個人1份最少1000塊啊！也有1萬塊的啊！騙你的啊！我們製作人在哪裡？那裡我怎麼可以跟他搶呢？對不對？製作人啊，我管你。好了，準備好了哈！準備好了。好了，好，計時3分鐘。哎，耶，加油加油！几个字？六大師，七大師，七大師，给多少？常大师哦，过年的时间，青航提供乜解东西？铁豆包。常大师哎，常大师然后一个公自抛哎。
杨威的风法，压水冲，金大师，啊！你台湾嘅做午夜素菜，客家运动到有嘢水果，你的金大师，你不要让我开心啊！金大师，还有车位好厉害哦！来，杨导，快点来！几个字？哎，你从台湾留学到乜嘅？踢着，要不要放弃？放弃，还有下一个，莫名其妙对了。杨大师，几个字？好，下一个。金大师，客家语咪做嘅。好，开打。几个字？衣橱里面。西老师，迄个素菜安尼，他赶紧3年的时间啊，陈大师哦，他赶紧3年的时间，有一个节日要通过的，那个通通啥？有通，通过的，天才面，来，第二个是炸师，新年同好快啲讲什么爱记嘿？你卡通，樱桃小丸子，动奖的因为虽然时间都还比版好，比还题，看你比得出来。张国伦一题。那比，好厉害张师，哎呦，漂亮的有钱，哎，先生，我一题咧。我一简单，客家运动，50岁，客家运动啊，4个主位地步都干用嘞。恭喜臭太臭！要50挑，要听我说嘛。你们很厉害耶，3分钟答对。对，我刚刚看哲伟，你个人部分就应该答对6、7题哦。没有办法，我还是要补他们不足的地方。没办法，因为一凡他带来。刚刚我不是猪队友吧？会有防线哎。我们都是神队友。神队友。他的牙耳光大出来。去就位啊！我比如包嘞哈，我们事情对吧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吗？计时3分钟。江大师，强秒温真的演呢，我的妈该，妈该是强秒，哎，狗捏感需要摆嘛？铁锅，三大师，什么？马戏团，很厉害啊！西大师，一个踢房，一个踢房，几个，对啦，透没有懂黑马给，透没，透没，一两个名单黑马给，公演，那我一个，希腊
新老师，新老师哪里题？上盖，盖啊！有老师啊，新老师，马盖啊！八点毒，饮料，咸臭，健康麻烟，咁樣用它，偏饮呢？低调法噶？偏你呢？马盖等下，冲天炮，你裤夹掉了。哎，三扎子，哎，进步该填就马盖，马盖啊！吴老师，哎，你深夜时间我看见有种卡通，美少女战士，一起走过他已经答对了，还有奖，哦，答对了。春泉哥已經答對了，没错的上海一啊，地铁金刚好了上海一。，請回隊，請回隊。安尼，那陈思玉答對幾題啊？八題。他們比較遜一點呢。对，他们的黑洞比较多。黑洞。我之前情商力会哦。係這樣啊，紅包都不一片啊！可以啊！马嘎，好不耶？好大口。公天南地北。好，要上台點啊，咁啊，梗係。马嘎，好不耶？演技大考驗，演技大考驗。你哈記啊，就前面那個黑麻吉，洗白，你們要猜哦。好，要猜對哪兩位吃6到 V 哦。 wasabi 哎，才算答對啊。成昆面上嘅法應該係帶油，佢可以面水，可以要福氣啊，要呢度好，開始嘍。好，第一題。來，啊，好難哦。存錢先生。哦，有吃懂哦。很會演呢，會哦，很會演呢。這有生命與生命。你喺哇塞，演技派的，尺度有他來的。好了，還有一來，小豬姐姐，太慘了。哦，一 Q 七八五。哦，哇，性人就是矫情。
子应该没有吃到，有点抖哈，有点抖。有点太多了。海冰，好来，好看好了，手快带哟。哎呦，哦，不要忍哦，带你吃到吗？我这个音乐下去好像真的吃到了。像会。这个好像真的哦。音乐总监啊，音乐总监，很会演。戴阳，哎呦，这种啥天天是谁？哎，杨毅公公哎，杨毅公公，哎，你演的很好哎。我觉得真情流露啊。对，我觉得如果真的没有吃到，还可以演那个真的哦，可以演真的，客家电视就要找你演。好来哦，下来。第三位哦，下来。你给没懂厉害，冇看伊哦。唔係都係馬上攞眼光，你係要後臀嚟落去嘅。對啊，我死啊！係啊。于娟这脸很像地沟梁哎，来。地沟梁哎，很 man 啊，很像于娟啊，很像美。會咩哦？嗱，嗰個其他表情當中打制作單位。很气啊，干嘛给我吃这个？那你们看清楚了哈。还要用兵。用兵，拿出你的演技来。好，来啊！演1万票啊！1万票吧！马斯洛是给我两个。哎呦，这演技有点嫩哈。对，这个干嘛？怎么了？要去吐的，胃痛吗？我的胃。吃甜食又让胃。好，现在五位都吃完了，你们讨论一下。于娟跟戴阳，你们讨论一下，还可以再找你们怀疑的那个人再吃一次。好了，猜你们最怀疑的。我跟你说，春泉的渣渣，春泉老师，某一天可能嘿露眼家哦，也有嘞，抓出来了。我觉得春泉老师可以吃一下。春泉老师啊，春泉老师，春泉跟谁？春泉老师，麻烦你再。戴阳是于娟的吗？戴阳可以吃于娟的吗？哦，可以这样吃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啊？可以，戴阳吃于娟的，戴阳吃于娟的，还是戴阳的？戴阳吃于娟的，戴阳吃于娟的，吃于娟的。你要于娟喂你吗？没关系，还是年轻老师。Oh my god！ 就是戴阳呀，就是戴阳的啦。哎，是戴阳，脸很大。戴阳，你看于娟，你看一下于娟，你看一下于娟。我觉得戴阳戴阳只是被粉呛到而已吧。可是不是，我觉得他有吃到。好，你们讨论一下。你们觉得谁？多戴阳比哪有比戴阳一定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于娟也很可惜，因为于娟很颜面，搞不好于娟跟违禁，她的违禁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觉得于娟跟那个戴阳。好，于娟跟戴阳。好了没？好2，于娟跟戴阳，于娟跟戴阳，于娟脑戴阳。好了，我们公布正确答案，黑曼也是到6比。你是常常吃瓦萨比的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好了，阿磊2题都答错啊，2位答错。太难了。好了，按照副手搞完了啊！好，用这个搞完了啊！手交换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哈。准备好了哈，开始给他们猜喽。哎，有6比哦，6比的石头有出手的快来2比，石头出狗哎，好不好？出狗哎，来，开始 TV。整个气顺。
刚 Oh my god！ 这个配的真好。你要不要去厕所？我是你，手动量比就批斗，就哎呀，真的啊？你有批斗啊？有啊，从发批那个批。好啦，TVB 表演好啦，OK 啦哈。 OK 了哈。我来看 TVB 的李佳，哎，李佳，规模的掉起来，我哋。他是要先望哎，其闻实你当问切。错哦，真的啊难怪某一天我按住哦。Oh my god！ 性感喝汤。哦耶！哦耶！哎，好歪楼嘞。好，TVB 李刚。没有表情呢。哎，没有表情的某一天的哦。哎，可能就係伊。好，沙來，來，眾望所歸，領冠軍。冠軍，對，先再走啦，係先。招配。每一次如果隊友有他的話，他就是。好大口。哎，你還自備筒子。真是你給我們知道呀。真可以懂出。這種出呀。很大，也很大。哦，好臭。好了，放下。太多。 OK 了，要跳下一位嗎？就準備要去拿那個。可以啊。對，那有點假，對不對？下一位厲害了，小 K 老師，好了，幫《甄嬛傳》主題曲的女主角，好了，一凡，女主角，一凡，你到底要不要來練坤的？需要點吸管嗎？一凡。你就哦，好大湯匙哦。哭了啦！哎呦，一凡，师弟啊，這個女配角還不錯哎。好了，一凡吃完了，OK 了哈。我幫嗨 B 啊，好了。鍾漢，鍾漢，哦，鍾漢不要。一號男神，誰要男神？別走，往身上。哦，翻白眼。夜的世界，对啊。再喝一口。哎，臭高这么臭，他还可以再喝一口，表示他喜表示也欢。没那么臭，要多加一点。很大口哎。没有，很蛮甜的啦。哎呦，这纯粹客家人，他喜欢重口味啊。臭，对啊，好了，他们傻全部已经失态了啊。每个都好厉害，快那香花本耐量比较是改版，好了。只能指定那5个人吃吗？还是我们可以指定国宝吃一下？哦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要问制作单位。OK 吗 ？OK 好。对。你想要一本秋夏欣賞，我们要尊重国宝嘛。金座是制作人哦，哈。要尊重国宝，你要问国宝愿不愿意为我们牺牲啊？他选的也不一定选对啊。对啊。我真是跟盾兵。痛。你要指定他是哪一个？你们先讨论好，有2位哦，2兵。来看过，我觉得中韩比较像，立嘎比较有可能，立嘎金山是立嘎。好了，像立秋啊欣赏的示范。先来谁他？对啊。看懂的问题。我同細個啊，這古月是落屁的，按聲音都嘛。天幕產狗一隻皮。好。演得好差哦。
呀，因为还想我前买新买的嘛，有冇？也想前加唔快嘢嘅啥嘢，還有一個，啊，從前都是該我買。我感覺到嗰種，你嘅國寶嘅都已經說了嘛，佢說陳偉哥，哇，這對新聞手辣呢，因為中間旁邊講一凡天去搞來了耶，一凡的，陳偉哥是一凡的，是一凡的，一凡的。心里在跳舞了。无法优雅，无法优雅。有意思的哦，嘿。好了，沙雷要团斗嘛。钟汉一凡，钟汉一凡，黑毛。好，他听哦，确定吗？确定哦。确定啊？啊，我那麼信任你，你看。你听哦。钟汉一凡。有办法。口听啊。你听哦，他听哦。钟汉一凡。來公布，好了，啊，公布一下都在那边钟汉同一凡，来，来两场是多位。请举手。陈伟刚才也演得很好哎，因為真的很臭，很臭，很好過你家才厲害。不是我剛看冠觉他有點演出來的，直覺真的那麼臭。阿磊沒有答對，對不對？沒有答對。啊，你们等下私底下慢慢吃啊，对啊，配一下瓦萨比的，对对对。出头先凑。我们来看下一单元玩什么，来，八三队已经站好了，就定位了啊，準備好了。然後他們剛好也臉上已經粘上東西了，粘多東西，飲多東西咧，天了，人家看一下，看都在 CV 慢飲本天的。好來，我們請第一位吳永斌，好來。永斌。哎，懂通呢。蠻會演的哦，蠻會演的哦。真是封神無雙的演法。哎呀，順哥來了，順哥來了。好了啊，換第二位了啊，連青來。有兩期，有兩期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皮卡丘，有槍哦，那有槍了。皮卡丘哦，來吃了我還窮嘞。哎，你在温泉店了？你這樣就曝光了，只能電自己，好不好？OK 了嗎？？OK 了，OK 了。來，第三名啊，可以先來。這樣有點可愛。臉紅的感覺。哎呦，很會演呢，很會演呢，辛苦。好了，哎，春泉大哥來，哎，春泉哥，春泉大哥好可愛。哎，貼翻嚟嘛，耳機要放耳朵。陳乾講咩要槍哦？因為你們錄影㗎，喊來痛，面真嘅，哎，較多肉，所以天較唔會痛，有可能。感覺咧，好了 ，CV 天台咯，討論一下，多帶奶 V 俾你聽懂來。都能夠搶一 V。哪行呢？因為陳乾先生哦，他很會哦主板快追嘛，對，看能不能邊打邊處理一下，對不對？哦，主板快速。哦，我給你一下主板的這個權威嘛，對啊，邊打主板，然後邊練電，真係好，邊練嘛。哇，隨身準備那麼厲害。春節泰國開始，好來。先歡迎大嫂主旋魔技巧，
该科學化錯變化手，周先係辣椒炒鐵條，當照係鐵條炒辣椒。當然做大把炒，辣椒鐵條跳下炒，真係碰到。新节奏，新节奏，新节奏。係，真係退敗，都係喺埋面前度啦。你又知道係咪？也係配選。佩萱太正佩萱了，睇下。馬上，唔記得唔記得，小雅欣賞。啊，用筆，都係喺面用面，本人天道唱卡數。對。我說完你恭喜吹就答錯了。答錯了。哎，這個反正可以轉行的啦。你也可以啊。好啦，阿倫開太多教法㗎。所以 CV 當中有一位，因為按搶到一位便利按摩師傅，叫啲按摩師傅來同佢嚟傾講。所以啊，睇一下，到底 CV 係哪位本人便利按摩？有帶馬殺雞。好啦，開始咯。BB，等下，海豚音，海豚音。好，高大公天南地北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们拉唱歌。哦，这位好会演哦，好厉害哦！好了，哎，这位，好，这位按完了哈，啊，下一位来一凡。泪崩了，爱不会为谁倒退掉，心梦了，给的再多再美却假的。这是新歌吗？是新歌吗？泪崩了，泪崩了，泪崩了。把距离补补分割，剩下2个人。好了。哎，一凡按完了哈。按完了，海邊林冠權。冠權來。哦，來哦。我要做你個舒服我的歌好好唱。喺你心中的太陽下啊！好了，好，冠權已經簽嚟啦哈，按完了哈。哎，沙雷。好，來。你嘅國步先生，手下先生。國中。小下先生，你通常講嘛？好嘞，用前突字衝啊嘞！用前突字啊！你接破果子係要聽，接破果子。玉米，我做接破到。，你小下先生，那加油啊！加油！就得举的，太酷了！好來 ，CV 已經簽好啦，而家睇一下，到底哪位本人簽到？我感覺喺手下先生誒。你剛講去小下先生，你代表你們這一隊嗎？冇，我講人嘅想法，係啊，佢呢款好種鳳咧，鳳的，係啊，唱歌唱紅的嘞，他有可能是靠師傅你曬臉紅了。我有看到他就都在看到嘞。買東東，冇乜型嘅。一下哦，唱詩嘅同時嚟簽啦，同時嚟簽，按團一咧，好嘛？CV 同時來，有4個老師， 4位一起同時按下去，好嘞。來，回事。那有自己換出來。不行。真的很會演，真的好會演，真的好會演啊！
好像冠军比较着力，冠军有点不满。好了可以了，有答案了是不是？好，好，请公布答案请公布。你们的答案。 1、2、3，请快过，快过，请张，好听，口听，好听，口听好。多带黑玫瑰布，来，小田老师，请照约。请安尼按摩师起请来。起立。师傅来了。哇，师傅，再摸一下嘛，师傅，跳动一下嘛。还会用胸部跟人家打招呼对对对，跟大啊！家说一下，大家好，用胸部一下。来，没什么，谢谢我们子午春秋养生会馆。对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！哎，安尼你团队啊，团队啊，哎呦，安尼恭喜发财队啊！红包准备好了，哎，师傅帮我发一下，一个一个发好了。师傅，给我们女性同胞先鼓励吗？对对对对，女性同胞先鼓励。女生要矜持，小猪姐姐要矜持。小猪姐你会的好不好？不要急了，你要想想。谢在边看到汉语言表演出题目，由2岁攀演出来，听到题目以后，用自家交通方式一起到字体的东西。压到单眼都嘛嘞，你够嘛该喏！看到人，看到这只香蕉，我跟你讲，一次300万，这喷一次就300。不给的就哇，这制作单位大成本哦。真的，明天开始给他公演，看到管理，嘿看个天师腿，罚钱罚落去，要到单眼钱有够啊？第哈，买了抢一3就出题哦。抢100万，我想说还放眼望去，我要找一下。我让你看太久了。你为什么第一马上就点100呢？因为我不会讲啊，好，你要够吗？我不会，我只会拍嘎你会讲来干嘛？我来骗他们的啊。我骗你的就抽了啦。钱的呀。好，我们请一凡出题。出题，请出题。落雨天，爱學拿藍色嘅睡衣，無色嘅扎嘅出門。某些仔，蓝色的。陈伟，你不能破，你不能拿到一个，就是那个蓝色。拿回来哦。捱掉幾難？捱掉幾難？130分。这件好可怜。这样我们这单元不能 NG 哎。漳州队高100分。这件还能用吗？对啊。那谁拿到？一撒一班哦。撒一班。我们可以回袋子去看一下，刚刚谁先抢到这一件，好不好？其實佢成名到，唔講捱幾隻落去插下來，估數呢個雙捱嘅。哦，原來是摸呀。认输了哦，好不好？记得了哈。来，一盘。但是这是你家的，也不是你的，你知道？同队。来看一下我们刚刚一盘出题哈，别出马来，你拿过来。藍色嘅睡衣，藍色嘅睡衣，有有啊，拿到。睡衣，不要说再来几拿到要拿到。也拿到好来，好，还有嘛个？黃色嘅扎衣，黃色嘅仔，哦，这个答案。哦，我拿
做完不做烂出来，被是不是跳起来？恭喜一條哦，一世半，阿你看嗨到我夠埋，哎呦，哎個邊位啊？哦，攞咧球拍咗。前面愛講誒，但拍到準備好了啦，準備好啊！我就講了。但是我看到一凡，我就會懷念他爸爸。今年還正舊哎。我就想到你爸好多很經典的歌。對，神奇的狗會帶來一點你爸的歌。突然你有空就過來我的家裡聊聊天。像我們這樣的男人，然後我不會唱了。突然，我家就住在太麻里隔壁，我倆18樣的大籃橋。好了，準備好了。好了，一凡請，挺好哦，唐後跟。他很不標準哦。念出伊媽媽關燈甜飯，哎，同車油夫子嘅干誒去拜拜。他用腳配的嘛。橘子上面寫福。然後啊，你老公还吹过？你是哪種去喊那個唱歌？呢個攀咯，呢個板，板啊，天板冇攀啊，唔係那板啊，我那個唱咪呢個啊，攀咯。硬有愛呢。對，兩萬落嘅嘢。講成詩，咩文詩啊？我要拿到這板啊，我你講。呢個攀咯，呢個板啊，都得拿，都得拿唔錯。100好不好？100真100。這個送100。念出伊媽媽關燈甜飯，甜板，甜飯，甜板，車油夫子嘅干爹。兩嘢班啊，你有咩甜咩？係先啊！我你好玩啦，我是爹，我是爹。所以佢拿到甜板嚟對啊！你係甜板係嘛？一天班，我真係甜板啊！確實天板唔識看。所以用嘴嘴摸唔錯嚇，呢啲唔應該發錯。唔錯嚇，槍卡出來，小華先生準備好嘞，好嘞，你還拿不來。唔錯嘅嚇，不會換嘞，真的要換啊，不會換啊。我對老人不敬啊。你敢穿左寶就紅了，我跟你講。各位觀眾，那你送吧。你有上嗎？看這個有送。靠近
带有佛斯给咱们。哦，好了，丝佛西耶，我这边没有字。我明明是讲吼，哎呦，下里还长不润呢。哦，你两个还要再看不是的。你拿到了？你有没有拿到啊？俩长不润，俩蛋不润。那么的，你要嘟了。翻译，来翻译。那边左边的。我看的是那么不吃。哪个意思嘿？你讲的要有福。玩游戏就要有遵守规则。所以他是对的啦。所以我睇很不润诶。讲西人強人當上係樣本件。谁想喷他？想喷他的来。没有人要喷你。谁玩他？喷他。咱嘛迄做开无困款哦。边啊，透点凉啊！哎，按照看嗨多，我拿那个东西，好了，好了哦。第三题可能都在拿那个东西哦。加油！看他一凡讲那个学生的肺都懂肺。你是客家人，你会好一点点，我不相信。你 OK 吗？试试看啦。自信跟一凡一样烂。有啊！哦，你们辛苦了哈。我听一下啊，那个请出题来。像是题。客家演唱会，爱拿立手下欣赏嘅相片，请伊签名。不是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转信。转心嘛。好了，拿完了。你拿一种五超，拿几张不对要喷几下？赶快丢掉。哎，再空白一排，哎，够一半。客家演唱会，爱拿立手下欣赏嘅相片，立秋下欣赏跟胸片，胸片，立秋下欣赏跟胸片有吗？老一个转信。老体跟转心，立秋下欣赏跟胸片和转心。上得很凶哦哟！他怎么乱讲啊？他就骂老公啊！你就好欣赏拿到嘞，你拿到嘞！结果你又抢，还跳上去抢来啦！赶紧跳下去咯！要让我巴掌，也不能做狗用抢的，冇抢没有买我抢10年的。相让吗？嚟調下幾片看下，立秋下欣賞啊，立秋下欣賞啊，誒奇怪，佢兩啥哦，這立秋啊，隔壁嘅人郭美珠啊，真係很焦。哦，你恭喜發財吹，拿對哦。用力哈，抢卡车，上一下有幾多袋？6袋。其實6袋全部都唔俾立秋啊，現在啊，其實炸定咧。好了，啊，馬盤了。哎，我们有土块的，我也不能土块的。容易對，唔錯咧。好夠啦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我拿到乜嘅？
个你用推讲的合法的银他个都投资，你看抢个死我嘞。这一题如果答对了，反转的 KV，你要拿对5样东西，做对5个动作，哪里动作，提前讲给没有，就是这5个里面会有动作跟东西。对，就有误会清楚。但是你做对一张，我说拿错一张的话，没空用，只能拿1分，得到1分。安尼第哈，还有第二，比马躺在这的，逆空大哥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快没磨好，好了，两枪退先的，快是很野嘛的，好了。金手提爆竹，左手提银棍子，头大礼炮，倒桥落泥下，对强跳太小三三。有数拿爆竹，金手提爆竹，左手提银棍子，头大礼炮，倒桥落泥下，对强跳太小三三。第3期开始，第3期。跳大礼炮，倒桥落泥下，对强跳太小三三。你要有一点台语的概念。你好，左脚落泥下，对强跳太小三三。去拿娃娃，去拿娃娃，快点去拿娃娃！大小分钟，快点去拿娃娃！那边有娃娃！辛苦了2位爸爸。 2位，你要猜一下，几家喺唔入就拿乜嘅？T 嘅乜嘅？有数拿宝诶，寶诶，好，做数拿主诶嘅人工，主嘅人工，用白嘅咩做得吧？好，啊，後嚟，阿媽跳拿帶你嘛，跳拿帶你嘛，好嚟，啊做腳，有腳，T 就係乜嘅？ 右手拿鞭炮。右手都错了啊！好了，扣1分啊！好来。 左手提银棍子，左手拿娃娃。连续对了一个，这个算吗？不算。不算，英國冇算咯。跳大禮炮，立馬。對。立叫立炮，是立馬呢？有。倒橋唔落泥下，左腳不可以落地，不碰地。然後對強跳太小三三，對鏡頭大笑三聲，對鏡頭太笑三聲。那年輕這邊呢，他得了幾分？他得了4分哦，對嗎？有點緊張，2出來。 爆竹，對，一點不超低嘛，所以他得了4分嘛。7分。啊，幾呢？3分。成功3分。哦，恭喜隊又輸了，對不對？請恭喜隊你出來。好可怕，太近了。錯，恭喜隊錯。哇，你中分解咗2分呢？解人容易吹7分。 八寸吹9分，恭喜！啊，楊槍子要到單眼嘿，勇氣吹贏。冇記住贏你啦，贏準備拿紅包你啦，謝謝。好啦，贏得當油啦，贏得當油啦。哎，你真係好爆火啊你！
3年了，那么个嘞，嘿。冲过实验所。从国外冲出来以后，啊，像原来的提示，哈，从果子杜方呀，节拍杜方会有出问题，哈，会有出问题了，问他家台，太搞了，仔细的听一听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好，按照油腔剔足来出题，好来，一凡跟哲伟，好来，你们要出什么题目啊？休假。哦，车里好啊台，有只车里好啊矮啊，好矮啊。菠萝版的它个尖尖糖，客家版的较少糖度。我来写一条写字的唱本来，爱糖好哦。问题就係題目见面按告白，當作唔熟悉，食材不應該。冇應該。來咯來咯。我愛你在心度，唔敢講出來，唔敢問你的。哎呦，好good上看呢，我上看咧啊，你上看呢，我看乜嘢咧？我對你用滿關心，也嘅心意，我也唔係全部冇了解。誰阿妹耶，你像你不愛愛。誰阿哥，你真驚動歹勢。有你在身邊，愛嘅心就充滿了愛的光彩。愛要你愛一生，都沉醉在愛的世界。有你在身邊，愛嘅心就充滿了愛的光彩。都沉醉在愛的世界。好了，出題出好呀，出題好咧，那請吉娜，好，大家準備好咧，好，我要問問題咯。什麼題？嘿，請問，條下兩條歌嘅。甜椒加蜜椒，一共鳴了幾次？總共有幾次？啊，跟慢音笛啦。哎，誰唱都會講哦，就只有呼呼呼。要不要先收到了，剛剛。我是，哎呦，那麼厲害。這是先唱咩？先唱啊！唱嘅就應該比講嘅啊，搶一下馬上講咯。就這講了，全部幾個？幾次？ 5、4、 600，係冇？全部哎，全部，從前面到後面的。吳宗翰，你小學有畢業嗎？1800係冇？徐純根，你國中有畢業嗎？答錯了。答錯了。來，第一個。發財吹，發財吹點啊？來，有冇點哦？哦，於娟，你看見？哎呦，宇娟的算術好像也有點問題。對，先答案再說。好了，有沒有答案？有答案嗎6700。馬上。你是還要拿雞，平雞再答，好不好？吃雞。今晚吃雞。來，好了，總共幾次？好，加油！幾多倍？29，答錯了。太緊張，算數是有問題，還要再給他們機會嗎？到底幾次啊？要再一次機會嗎？要不要給他們機會？還要再給一次機會？不要了，來，哎，你們聰明點糖，聰明點糖，好不好？好來，前奏嘛。來，小天老師可以給我們個前奏。答案來嘍。600了，900了。800，1700。轉音算嗎？好，轉音轉音算啊，我們不是一科一科很清楚嗎？對。所以900加800都1700。還有尾奏呢？尾奏是11次。尾奏11次，對，總共是28次。差一點點。快點跳過，還有哪會就哇，還有哪會就冇？一條歌啊，還有另外就冇。後來嘅女
女主唱黑马啥？女主唱，女主唱，再抢进，这条歌女主唱。起碼要大。黑馬嘅。好耐嘅版本有客家嘅版本。好耐嘅好耐嘅版本。好耐嘅版本。演朱聪。有冇？給一個答案。他跟李秋霞老師同樣有個霞。哎，王瑞霞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容易吹第一分。好了，那你們還要再出題哈？來一個，來出一下。來唱一下誒，我兩首都冇唱過誒。哦，嘻哈客家情。嘻哈客家情。誰的？對，那個911。911嗰位。改下。哎呀，要改嗰邊客家吧？改一下。哎呦，我呀，他們冇唱過。跟得上去，真的。來，老師請了哈。嘻哈客家情。小姐王。然後來啊，我情兒我的牛兒，在田間小路高個兒，那鞭子揮一下兒，牛兒馬上 low rider，那19飆着牛車，有空去舔你首歌，老天在不下雨罵得好渴。我抽着我的煙斗，搖頭晃腦着點頭，眼看小牛走經過金家街 so beautiful， 聽着我的鄉村 hip hop， 然後再帶你回家。You are my love country lady girl， 你那想要聽歌想要搖的我來做 DJ， 你是長盤我是長針，兩人永遠要做伙。你那想要跳舞想要相機蝦米我攏會。敢跳雞舞牛舞豬，全是 party anymore。愛給愛你呀，用愛對你講情話，愛給真心，愛給真情，問你甘有通到麼？愛給愛你呀，風雨期待都唔驚，那 Q 長走的天你怎不看？我的熱情好像一把火，愛給真心，愛給真意，愛給甘有通到麼？宋哥，你不會反出客家話按後場，沒有違和感，雖有一點點跌倒，但是他已經很厲害了，很厲害。哇，那個大字報真的要看得懂。我變感嘞，只有全世界應該只有你自己看得懂，對沒？屬於你的文。哦，正經哈。哎，歌唱完了，大家要聽清楚嘞哈，冇問題會來咯。好，來，準備好嗎？好了，來咯，請出題。第一問題係，請問歌詞第一圖創作嘅部頭提到哪3個生肖？生肖。請問用一個年歲差幾多歲？沒有差，你這樣李秋霞老師聽到會心花怒放。親一下，我們在親友的見證之下，我們讓他們再回來唱。好，嘿。這才叫得罪人呢！這個人身攻擊呢？對啊，乜個吉娜？媽媽嘅東西啊！準備好嗎？好了，吉娜請出題。第一問題係，請問歌詞第一圖創作嘅部頭提到哪3個生肖？生肖。等一下，那這樣算誰的？名為雞手，比面那這樣算誰的？比面雞。剪刀石頭布。必須要讓他們兩隻相認一下。這個已經頭都被你拔掉了，我。該啊。這可能是你們命中注定的幸運。來，你們兩位出來，來，戴帽，戴羊，猜拳決勝負，好嗎？來。剪刀石頭布，好了，那你有猜到嗎？給牛豬，給牛豬出毛，答對了，恭喜吹對分。
好，好，还有一百几笔啊哈，还有一个问题哦。还有一题，好来。听一个问题嘿，副歌主12歌唱的哪一条法语歌？副歌。又是。为什么两个 gay 很有蛮惹到大家了呢？应该先抓到头，应该就是他先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抓到尾巴算是你比较慢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他的叫声在哪里？叫声在这里。公平起见，还是猜拳决胜负。好了，加油！大洋，拜托一下好吗？嘿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输的先打人。好，来，重点是回答问题，好不好？爱你10000年。热情的沙漠。热情的沙漠有错吗？答对了。恭喜发财开。好，那我们的恭喜队就要来一下。好，安尼也提出题了，出题了哈，还有我有个出题啊，差不多挨卡了，加油！今日就出乜嘅題目咧？係基本上來唱呢個歌曲，你有下笑哦。 안녕하세요。 有好嘅意思啊。咁個以後會唱大家強下來跳，這首歌也是嗨歌，對不對？是。好，來，大家站起來，站起來，站起來，站起來。來哦。律動。哦，你要教我們跳哦。來咯。俺用勁女勁會説，睇但扮出體重機，體重機蹦蹦蹦。 如果阿哦肯定應講，我個莫沙莫送棍，條條唔可解思想，俺用是錯，可是你上兩個莫是跳，跳又跳慢，行路時上來聽懂，1 2 3 go， 都阿用哈笑我，是夢一個夢想，阿用哈笑我，從上。 知道笨笨做工下，萬事那一條，那要學1、2、3、4、6、3、4、3、6、3、4、6，慢動作1、2、3、4、6、3、4、3、6、3、4、6、3，唱到阿喲哈笑我。 知道笨笨做工下，萬事那一條難有。嘿，謝謝。聽痛啊！對，知道。愛卡的他這個默契不太好。來，提出題來。請問。 歌曲當中演唱幾擺，阿你有嚇車我？發出去！來，有幾多擺？6擺。6擺，錯嗎？答對了！哦，救命啊！發出去！有乜錢啊？有2、3星，6。那時候喺隔壁，我睇你跳舞唱歌了，係嘛？有提供哦，我出咗果子。然後喺隔壁很認真地在跟人動作。我們這一隊已經老多講，哎，吹跳感，而家跳一舞。所以不要想太多哈。沒有，我想說，所以你們輸了哈。秋霞老師可以。不用解釋了，要輸了。好涼哦！哇，好涼哦！好了，還有什麼題目嗎？聽一個問題嘿，請問副歌按鈕合車我的動作嘿，
左边开始还是右边先开始？哎呦，这个刚刚是哪一边开始？对，顺刚，请回答问题。你比这边是右边好不好？右边，这边是右边，因为他是举左手，然后从右边开始。对，右边开始。杠黑，靠停啊！右边开始是吗？恭喜对，答对了！恭喜啊！有片冇唔错啦，唔加靠天咧，靠停嘛，你去干咩唔记得了？感觉上好像同手同脚。好了，那这一题出完了哈，谢谢艾卡了，谢谢，请回座，今天拍的好上有斯文的，好嘛，做对嘛。做对了哈！哎，以后你看制作单位对运动哦，看起来阿皮动态哦，我们家这国宝级的，看他中国，你不要变老鼠屎啊，懂吗？哎，准备哪个国？带来的客家小调非常强壮的一首歌曲，那失恋歌。正月里来个是啊是新年。没。正月里来是啊恋，真是恋。大把的有山。你睇个客家多歌咧，从思念嚟咧，有山妹四啊思念歌，都我出问题，思念歌，我出问题啊。好，来，他们很清楚哦。好了，来，强调未出题。是啊恋，这嘛更是恋哦。大班的有山妹，大班有山妹，大班山妹过新年哦，那悠悠的哟。唐后啊，他们很清楚哦。口齿都好哦。三妹我對你照，嘿，背背啊要站站，背背啊要站站，背背站過新年哦，那悠悠的哟。你也來是啊戀，真是戀哦。大班有山妹，大班有山妹，大班山妹落花艳哦，那悠悠的哟。大班對三妹，三妹花艳了，嘿，樹班的有花枝。樹班有花枝，樹班花枝夢少年哦，那悠悠的哟。過年時節嚟創啊貼片嚇，有氣氛的氣氛也有啉酒啊，好食。對，哎呀，都搶人哋錢啊，就出題咯，好嘛？出題咯。係啊，好嚟。好來咯。請問歌詞你會讀什麼戲法演扮那麼個東西？先搶了再說啊。來，順剛。你為什麼不敢搶呢？你先搶了再研究啊。這種係專業嘅奪標手，對外對外搶奪。哦，那你還給我，你很適合去划龍船呢。抓雞，請回答。戲法演你會讀？法機嘛。法機錯唔錯？係咩法機？我打到法機嘛。哦，法機。靠天的法機。係哦，因為看到法機啊，都市動搖。看到法機哦。哎，此花枝非彼花枝哦。它啦就是花枝。花枝哈，法機。係咪法機？花枝錯唔錯？答對啦！恭喜！他們輸了，對不對？哎，錯。好了，1、2、3，噴！
好，哎来，来，你这边人来打用啊夹地位啊，打用冇办法的啦。加油，猛提了2天好吗？给你个机会站在这里可以，因为接下来这个问题要通灵才知道。我来我角这位置，赶快来问这个问好，题。你去站吧。对了，请问演冲炸2位哈，邱下新生还有我们钟汉哈，用你嘅年岁差几多少？来，记名回答。有提示吗？没有提示。讲真的，差一度先眼用我滴啊，用我自然人问题的用意。就绑起来嘞。绑起来。我呢，啊，他个用团的嘛。小心作答。哦 ，OK。唔看两事关你在客家圈的前途。小郑与丽丽有没有？小郑丽丽。打用啊，冇相干啊。没有差。没有。哎呦，这样李秋霞老师听到会心花怒放。想到太阳脑在。他等下过去会亲你一下，好不好？亲一下，哎呦，最难后呢。来，出来！来，戴勇出来啊，出来！事关在客家圈的前途。我姐这个福利给你，真的别人没有的。罗大哥想要都没有，真的，哎，对呀，唔懂骗的啊，哎呀，你积不到你，你早点啦，我来的积木了。好了，哦，哎呀，不行啊，你这样，某坤都没有烫舌头，亲嘛，牙一咬就过去了。来，我们祝福这一对新人啊，永结同心永浴爱。好来哦，然后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之下，他们在舞台上好，嘿，来好好的演绎下，真的有同志好嘞，好了，赶紧来，还有印出来。好了，我给你给戴阳一个机会啦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好不好？给C数黑8的倍数。 8432， 32。你确定32？你确定？正确答案。正确答案，你们确定32？好听，341号。341有错吗？来，32答对。恭喜32！看出来了，对，要真名。看起来只差3.2岁而已。对。哎，你们不容易，你看看我。哎呀，你有没有看得出来？要到面和看有没有看得出来？係啊，佢再用口語嚟衝眼路，冇強用。哦，你講嗰一不是你嘅地方講錯，還有錯嗎？你講話非常我為了我在客家圈的前途。而且秋霞老師是妹妹。當然咯，你有人會說我自己是妹妹嗎？對，這位就要點一下。好了，真的哎，那秋霞老師真的保養得太好，真年輕一輩真的多多跟他學習，哦，哎呀，他們贏了嘛，對不對？好了，恭喜對，你們輸了。沒有，是贏的噴呢。沒有啦，1、2、3，噴！哦，好，看下一題是什麼？好了，加下全部教都當我教，係啊，一問就出題吼。好，我嗌你出題。問出題，等下嗰時佢會小可我錯唔錯？按一條彈出來那位錯唔錯嘅話，你都改衝。都正確嘅歌詞，要出來唱兩字，2隻嘅。好，一嚟也是要搶答，好不好？好來咯。好啦，預備開始，演柳前鋒。唔是一個夢，天晚講就紅蟲，唔管你有幾多煩惱。不是對你講，已經是在講我，上到邊愛喊下走。哎呀，嗰時要乖乖哦，要乖乖哦，要針對性咧。意見要較狗毛咧。你是說得罪誰？個正確嘅歌詞，正確嘅歌詞，我衝一下。燃了熱到過夢。流汗啊，流水洶湧，流汗啊，流水洶湧，眼流也都過毛。哎呦，有沒有答對？流汗，來吃到有一些些冇洶湧。眼流，哎，一帥哥，流汗啊，流水一湧。
一样呀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啊！可惜答对了。扎下來，原諒我的故夢，流汗啊流水湧，心肚里只盼望佢嘅聲音呢，有從容，theo我從延綿嘅拍鬆，前啊有皮皮嘅狂湧。这才叫得罪人啊！一較過我，一比加行下過我，正經，直接人身攻擊了哈。係啊，乜個錢啊，乜個皮。皮皮紅牛買嘅東西啊！正確答案來。塔頂一家人嘅沖涼。塔頂一家人嘅重量，塔頂一家人嘅塔頂哦，綁在一起，一家人的力量綁在一起，團結就是力量，是吧？沖涼，答對啦！恭喜你啊！繼續下一哦。一抽一抽，萬萬山飄，心事情比空。太牛歌，羅斯風，下個一個已經唔係小眾。哦，一條歌衝到遇見要衝到，啊你要衝到，啊衝到啊，你要衝到唔嚟啊？衝到唔加講嘅歌詞乜嘅？下個一個黑記黑你啊！唔係小鐘，小鐘什麼？小鐘什麼前輩？他是客家一哥，真的，對啊，你是客家大哥，我是客家豬哥。好，來，搶答的，來，請回答好冇？落葉了，落葉了，吹向風，吹過天天吹過，春夏又秋冬。黑馬是不是？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哈。答對了，恭喜你答對啦！我不考慮音準的問題啊，答對了哦。好了，恭喜對。來，好，繼續下一哦。好嘞。落葉了，吹強風，強將吹過春夏又秋冬，長春夢漫一夢，為了家庭一生有幾多？扎比歌，青秋歌，每次相碰它就像自摸。都出來，你要搶輸，你為什麼不搶呢？沒有不公平啊，因為我在來看一下嘛，該啊。你的還好，看一下嘛該。給某人身攻擊啊！某結果好打麻將。我就希望是人身攻擊我啊。是這樣子嗎？你喜歡被攻擊的？對。你有被虐待狂啊？啊，沒有了。你只要得罪製作人就好了，他們單位很容易得罪的。哦，所以這比歌嘛，青秋歌，每次上碰他就下字幕。哦。歌詞嘛嘅，做得冇？啲嘛？討論一下。落葉了，吹強風，強強吹過春夏又秋冬，長春夢漫一夢，為了家庭一生有幾多？想不出來？我突然想不出來。哦，來你來搶，給你吹咯。換恭喜隊來打。對，來恭喜隊。可以提示嗎？哎，直接噴了啊！哦，來，輸了噴。會搶嗎？會搶吧？你衝啊！我臭屁啊！跟你先衝啊！先衝咩？可以提示一句嗎？一句哦。兩個我們本來就有，我們等一下提示。這首歌叫《煙柳情風》嘛。哎，啊，你這次如果答錯，我們就提示。這首歌都煙柳情風嘛，對嘛哈？已經提示了，已經提示了。其實是煙柳，煙柳下，點點醋，醋點糖的故事慢慢講。我愛平易美多羅。跟最迷記那個。真的，他真的是這個歌曲寶典呢。真的，是不是小豬姐姐？那他剛對嘛？有對啦，對啦，恭喜你答對啦！他那邊輸了，噴一下，好。你成功了！
喷过来了，没有，我觉得喷很好玩。公平啊！好了，清明给你冲退了。好了，清明给冲的，还要唱是不是？杨柳下，甜甜做，初恋糖衣故事慢慢讲。也无爱照顾你到老，也无爱照顾你到老。下一题换吴永斌来上台。永斌，哟，永斌，哦，今永斌，今日带来两首歌曲吼，嘿，一朗演嘅这个客家的这个名曲《鸡中法》。鸡中法係正嘅，好來咯，好，雞中法。咁樣咩改歌詞？改歌詞啊哈，他個堂後來，對啊，條歌有熟了哈，有熟嗎？有啊，來，連一凡都有彈過哦。在家鄉開定一堆白白將將嘅花，嘅淚花，看見淚就像人騎定一支茶，打坐在田野上騎，一番又變做嘅三八阿爸。哎，皮鞋，爸爸體力有點差呢。哎呦，歌詞改成什麼樣？剛剛一凡怎麼樣？他說我三八阿花，一凡又變做你自己覺得呢？他就是三八。哎呀，現在有咩唔錯啊？你係幾夢中啊？稱讚，沒有錯嘛？就繼續下去，你們講什麼？這就是對的，沒有錯，正確歌詞是什麼？回答了。那到底正確答案係乜嘢？哎，真口該狗更比難來得強。哎，啊？來唱一下，眼底下。按步跳要轉到矮嘅木下，哎呦，按步跳，要轉到矮嘅木下。有錯嗎？歌詞錯嗎？錯。輸了，請噴一下。揸下來，來。揸下來，繼續。嘅淚花，下坡跳那地漸漸變化，幾種花，唔驚熱跳甩甩天空轉風茶，愛可那酒醉，無處花花去跳命你手下。你拿去還有吧？他們這一對。哎，你們兩個是笑酒啊，喝酒。哎，唔記得你幾歲啊？啊，你想講嘅是酒醉嚟啊？結果思想冇唔錯啊。冇錯。一直想要偷摸李秋霞老師。哎呀，冇幾多屆，幾多屆。家下已經已經唔要買。邊下對於跳面，哎呦，好，哎，他們講到了哈。哎，那到底正確答案係乜嘢？不管到哪位，心甘情在，心跳那一記扎。恭喜答對！恭喜！來，接下來。一種花，兒童嘅面花香愛茶嘅淚花，汗水用光燈輕輕伴馬沙，似長大，黑暗用我不過三步走到阿里不達。可以，沒有，你剛剛還他已經聽到問題了。沒有，他誰？你吹什麼？你吹什麼？啊！吹大家快點下班。請回答，你吹什麼？來，講到哈請。來，請回答。幾種花，黑暗嘅庸庸碌碌，就算走到夜跳恰恰。有歌詞要錯嗎？我唔錯。哎，好容易，終於答對啦，恭喜啊！那恭喜隊又輸了，對不對？答對，答對，好，來，1、2、3，噴！哎呀！
好来，接下来哦，好，三来，继续下去。车车去从吧，你看的阿婆的路也快吧，黑绿吧，拍谢谢枪丝边爬到你了解，俩绿吧，黑绿都不到太过面前，看云离可变苏丹。他先抢到，他先抢到了，他先抢到了，他好辛苦哦，你是有多不想被喷啊？你好身手哎，这个女人很狠，很狠哦，烧完枪的女人不能得罪啊，我跟你讲。嘴嘴。年年年开灯啊！哎呦，不对啊，不对，不对，我低调，我低调，你低调是不是？低调是不是？什么调？狗屎抽了啦，狗屎抽了，狗屎抽了哈，没问题了哈。恭喜，发财春，哎，终于得分。好了，恭喜队输了，喷。哦，谢谢永斌出题了哈，谢谢，请会做，请会做，谢谢佩姐帮我们选好了，选好了，我还可以吃好多钱呢。这只鸡有没有发天拜天公的？不要一直斩断它。安尼恭喜安尼，恭喜恭喜队有得到恭喜队8分，发财队得到1分7分啊！好，恭喜队，恭喜！我们发财队再喷一下，哦，喷的人不见了。两最出演是哪一项分别派人接力公关，迄个任务失败就会撞到上一关，最佳老乡参与乡路地图的村，就做得赢到比赛。好，马上我哋进下啦，等人咯。出 A， 插條肉。初一的，插條羊，他敢演動作位哦，演初一的時間位太妙有冇？哦，搶頭香哦，在除夕前一就要躲在桌子下面。搶着聽說搶到頭香那一年就會運氣非常的好。你懂嘅不？對啊，哈，所以看一下掉了哈。我們今天有5關，有5關，哈，5關啊，他個通過嘅吧。前後插到樣，看那一出以前插到。未通過一關吼，你再講嘅咧通關密語。通關密語，嘿。通關密語示範。好了，示範了哈。好了，我們請我們女主持人來示範好了。第一關，恭喜發辦。恭喜發辦。哇！通關密語嘛？通關密語都講大家恭喜發辦。大家恭喜發辦。大家恭喜發辦。哦，這拿到我了，說，我說。我說，看人多一台，看到四組誒，哦，係幾集？佢說了以後，有講通關密語講過未？嗬，強拿到嚟，係開啦，有聲都好誒，有聲都好，不用得啦，都市動搖哈，很大聲，發發是多冇，哦，強拿得啦哈，天一館，哦，天一館過來咧。一做讀起來，一攞字牌，哦字牌壓喺地，唔得講乜嘅呢？再爸爸設字牌，再爸爸設字牌，以後好了，就拿到嚟哈，得過起來。所以再來一次，你要自己來，這個來。我3敗了啊！3敗。失敗怎麼辦？失敗怎麼辦？就要回到第一關。這樣沒辦法用了啦。那個香那個放旁邊。就這樣示範，我只是示範，好不好？可是失敗的話，失敗你要退回去上一關，退回去上一關。你如果是第5關失敗，你還要退回去。好了，我要過關了以後呢？你最好不要失敗，好不好？拿到一邊。哪一關？第3關。第3關的第3幕。我講埋個通關密語呢？後運來快跟這樣，快運走，後運來。跌落去個跌兩嘅。哦。兩隻恭喜發財啲燈籠，雙手同關。來哦，對哈，恭喜發財！
哇，你公馆哈，击败公馆哦。好了，急了哈，哎，公馆以后来，follow me。围都可以盘我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你围着也蛮好看的，也是不错，是不是？还会黏呢。对，公园哦。好了。鼻吸管。哦，呀，客家法布呀，这全世界比种适用诶。两个蛮高。哎，呀呢，福喜我讲通关米，福喜奖1.3，和福喜奖1.3。哦，因为公共通常咧得几把样诶。对不对？给他面呐。那得福喜，给脚。换人玩了吗？主持人要示范。来，我来。好了，不要客气。得福喜啊。哦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示范一个，好来。但是不好接，不好接，我脸这么大，我接不到。快丢罗哥，那你丢了，罗哥喜欢哪一面？啊，都可以哈，好来。嘿。我爱面来的啊。这个不好丢哎，是不是？应该有点抖。好，绿色这片哦，掉地上了。好，那可能等一下大家会在这一关比较难过。好，如果过关的话，好来，过关的话，来。最后一关哦。好，2关翻法嘞。太厉啊！太厉！我要找示范组了。太厉！通关密语，对，2队各来1位，好不好？太厉通强。来，公平，好不好？还有太阳，来，众望所归。好了，鞋子要脱掉啊！鞋子要脱掉，好来。哎呀，来，我们来今天祝福这对新人。太阳怕痛，你不怕痛就对了。你们可以用头部以上所有的肌肉都可以，把这个橘子嘴对嘴可以，嘴对头也可以，夹过去啊。还是你不想看我鼻子，用眼睛也可以。好了，快给他示范一下啊！好了，示范一下哦。拿那条，不是嘴，小安拿对了，小安拿对了，底在我这边，小安拿对了，拿归差不多。来，我们祝福这个新人。再一次，好了，那来第二啊，这个通关密语是什么？对，忘记通关密语，我们要再一次。这关的通关密语叫大吉大太利不用钱。好，第马。最漂亮哦！马上来进行级别比赛啊！各就各位啊！给我们去准备好了哈！准备好了啊！准备好了。好，模式太棒哈！通关密语第了哈，通关密语第哈。第的哈。好 ，OK， 马上进行俺要的游戏，开始。对，太难，勇气泛泛。你们动摇了。接力赛。追爸爸，ขึ้น起跑。100。莫入多。小心！好了，计划紧张。好了，第3步。平衡，好。我一讲1.3。等一下，来。哎，没有。声音哦！哎呦！第一的，这边的，厉害的哦！太厉，向前啊！哎呦，好哦！不要高兴得太早哦，搞不好下面那一组比你们还加快。好嘞，给他时间升铜奖嘞。哦，真的，没有输，1分13秒。容易。
可以。哎，安尼可以哈，安尼个发财水，发财水，做得拿到一道分好不哎，好？一分是3倍哦。第二轮分发财水。哇，你恭喜队真的很厉害哦！1分是3倍。自己挑一轮。妹妹，对呀。过来，好，比赛开始。开始。大家勇于反叛。哎呀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听一管用兵。所以爸爸是起吧？来，一次过。有点。加油加油！比拼。我这把头了，这把头了。你没领冠军哦。女队一，再进来100，勇于反叛。是爆嘞！用兵啊，更可以写批啊。用兵。所以爸爸是起吧？嘿，好棒哦！所以爸爸自己哎呦，厉害哦！第3杯。家下用兵呀啊，浪费时间向度。来参考一下春节歌，放半后是嘛？我平常老爱讲啊，哎，你讲伊杜世尧咧，杜世尧，你乱讲就错了。你以后看到爸爸要讲嘛？哦，唱跳吹。好了，比什么精彩哈？来，两队一人站一边，一人站一边哈。好了，家下你勇气水迄1分13秒，1分13秒。好啦，可以哈，发财水1道秒，6分。所以一場比賽係恭喜吹呀！好，紅包當然係要分批啦，好嚟。這個哪一份啊？你這拿咁多誒，好啦。啊，用啊，特別節目2點鐘，笑一下都冇呀。對，他個有歡喜啊，哈，因為他有歡喜啊，紅包拿到有歡喜嘛。有個，我相信觀眾朋友看到咩非常的歡喜啦，哈。當然咯，係哦，很精彩，對，非常精彩哈。當然，今後啊，安尼啲啊，祝安尼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哦，現場嘅朋友，哦，大家做咧各位咧快樂嘅台灣年。自怕为永连天，祝愿你过新年，拜天公有快乐祖先，大家庭团圆，锣鼓响真闹年，从山多来拜年，大气大汉又做半年，开放。
家，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，鼠年行大